近期息口、定期利息跌。今日6月5號，上網查下3個月定期得返0.5%，做1年定期連2%都未有。老友記都問我哋點樣 keep 到高啲嘅利息，見到有一份計劃聲稱第3年就可以退出，第4年連本帶息可以賺到13%，可以對抗通脹，同時低風險又保值。我哋就去研究下，睇下係咪真嘅。了解完再同大家分享下。計劃係萬用壽險，結合咗財富增值同人壽保障。我哋首先會着重計劃入邊風險，如果唔安全講乜都冇用。保險公司係中資背景嘅，保單資產主要放喺固定收益工具或有息證券，主要係投資級別債券，加入少部分高收益債券及新興市場債券，用以提高收益。簡介入邊有提到匯率風險，人民幣或美元對港元匯率變動影響保費及保單價值，以港元繳費或收款可能有損失，客戶須知風險。呢份保險計劃可以選擇以人民幣、美元或港元作為保單貨幣，咁我哋就用美金做例子。我哋攞咗份計劃書嚟參考一下，整咗份最基本入場做參考。49歲男性，唔食煙，2年總供款美元10萬蚊，一次過俾晒，就當係將79萬放入去計劃內。假設美元兌換7.85，24個月即係第2年。保單退保價值美金101112，已經正數港元兌換793000幾。36個月第3年保單退保價值美金107483，計返港元兌換就係大概港元843000幾。賬面正數58700。48個月第4年退保價值美金113081，港元兌換就係887000幾。賬面正數102600。如果就以48個月去睇，79萬本金，第4年退保收返887686，個總回報率等於102686除79萬乘100%，總回報率12.99%，每年回報率3.24%。咁講下呢個計劃有嘅好處，定期利息收益，按派息率向戶口價值孳生利息，無論將來市況點樣波動都唔使擔心。作為你嘅退休計劃其中一部分，係好用，比較靈活。呢份係萬用壽險，保單簽發日當日退保價有成93%，退保價值即係可以攞去銀行以退保價值去貸款，一般銀行就會以退保價值7折去借錢俾你，即係話呢份單以付清79萬計就可以貸款514290元出嚟。仲有就係第一個保單年度起已經可提取部分款項，如果退休人想預早安排遺產分配，同時又可以增長，又可以有息收，呢個係唔錯嘅選擇。無需體檢，申請手續方便，唔使擔心身體狀況。計劃設有冷靜期，保單權益人可在21個曆日內取消保單，並獲退還所有已繳保費。無論係短時期想增值賺取利息，又或者預早安排財富傳承，減少遺囑規劃的複雜性，係息口及定期利息下跌呢段時間能夠增值，又唔會要坐好長年，值得參考。如果對呢個計劃想查詢，可以 WhatsApp 留言62664430。今次講住咁多先，再見。